記花筒是台灣在民國40到70年這段時間流行的一項傳統工藝，有幾何圖形、山形，嘛有象徵着吉祥的花卉甲文字，更加有仿插圖甲裝置藝術的功能。另外，同款嘛是充滿着手作溫度的，也佫有早期象徵着身份甲地位的繡花鞋。這過去，平民老百姓生活表現，隨着都市更新甲產業的轉變，嘛慢慢消失。即擺的台灣有一陣職人透過文創轉化甲設計發想，或者傳統技藝佫重新互人看到。為鐵條到繡線，應用雙手延續着生活的路線甲記憶，做伙來看。對我們來講，都有它的難度在啊。我們就是在玩鐵。鐵花窗是逐漸在消失。Hello， 我們的捷運站快蓋好了，它叫做嘎拉二站。它喚起你腦海裡面那個記憶，吸引這些年輕人注意說，原來也有年輕人喜歡繡花鞋，傳給下一個人，我也不知道那人在哪裡。無論城市也是燈卡，行入巷仔內，你可能會發現無同造型的金屬筒仔花，迄是屬於台灣特有的城鄉語言鐵筒仔花。據說早年他們在做這個鐵窗花，大部分是由鐵工師傅們自由創作。那有些家庭呢，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喜好那我們就是喜歡文字啊、春啊、福啊，那再就是花卉很多，那再來就是山形。若想要佇咧都市內底發現這美麗的花草，就要下功夫，詳細觀察。在這邊的遊客，他們會靠近我們的店，然後進入，都是首先被這個鐵窗花吸引。他可能50、60年前就在這邊，完全沒有想到說把它拆掉，因為太捨不得了。我們的店面就是有一個鐵窗花，跟日本的特色，也跟大稻埕這個地方也有做文化的連結，可以看到就是富士山的圖案這樣子。其實也有想過要不要拆除啦，但我們就覺得應該把它保留下來會比較好。鐵花窗這個它是逐漸在消失，因為可能是都更啊，還有它的實用性，因為它是黑鐵鑄造的，容易會生鏽，所以呢，而且現在台灣的老屋是真的是逐年在消失。那我們希望就是跟一些合作的一些業者，能夠透過這些商品重新得到，比如說台灣大眾甚至我們這一區的觀光客很多，得到觀光客的關注。提到鐵窗花，多數人的印象停留在早期住宅的窗戶上，樣式復古，甚至帶點年代感。不過現在這些圖騰被縮小轉化，變成一件件獨具特色的設計小物。年輕的文化創業者，他們會就是去尋找這些元素之後，做一些商品的開發。城鄉研究者他們會重新投入這個主題，我覺得會對台灣的在地的一個著名的文化會重新發掘跟認識。因為我們店面的鐵窗花其實算是我們店的蠻大的特色，所以我們也有因此而發想去找一個品牌來我們這邊來辦工作坊，自己去動手 DIY 去做一個可以放到桌面上的一個小裝飾。拍拼師傅的角色，不是專業的工藝師，嘛是拍拼保存在地文化的文創工作者。因的巧步，讓鐵筒仔花不是冷冰冰的鐵枝啊，是叫起古早時代記憶的生活藝術。就像一個春聯一樣，然後再加上風鈴，它掛在陽台上的時候，風一吹，那，其實可以回想到以前在阿嬤家看到那個鐵窗那種感覺，這樣子。我們可以看到什麼？就是傳統的富士山的花樣，然後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星。我們讓民眾參與的就是，你可以了解說，我們這十字星這個扭折是怎麼產生的。在現場，我們就做了一個模具，連3歲小朋友他就可以這樣去彎這個鐵，這樣，然後把2個扁鐵平的，然後去扭成這樣子的一個扭折狀。不一定說我要花很多錢去將家裡的鐵窗全部改成這樣。其實我們可以有一些小小文創，那放在桌上。比如說我做成筆筒，然後你在放筆的時候，你就想到以前我阿嬤家的鐵窗是長這樣子。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事情。
因為現在已經都是大樓林立，要看這種東西其實也不好找，所以這種東西對台灣人來講的話，它喚起你腦海裡面那個記憶。長久以來，因無愛限制，每一段彎橋，每一個拍電鼓，完全用時間磨練出熟手的經驗。這種東西是每個鐵工他們基本上都會做的，但是它是非常耗時的，因為它都是純手工的。那以現在的工資，師傅的工資來講的話，你做一堂窗戶起來的那種費用其實是很可觀的。業主他可能就比較不願意花這個錢，自然鐵工就沒有這樣舞台，很少人在做了。自己又燃起了一個新的想法，那我就來辦一個環島的一個讓民眾可以參與 DIY 課程，跟當地的那些鐵花窗迷啊，然後做一些互動，讓他了解說製作過程其實沒那麼容易，民眾可以看到說我們在做這個東西，它這個東西的價值在哪裡。基本上都會打到跟它一樣的彎度，對。所以我們這邊會去把它削尖，然後兩個把它合在一起。為幾何的圖到立體裝置藝術，傳統工藝就安尼延續。大概現在吧。它那個直接放殼是吧？對啊。真的对這個有興趣，是把舊門窗這塊實現在不一樣的圖案上面，變成一個客製化的產品。鐵窗花在我手上，它不斷的在進化。從以前的鐵窗花，就是那幾何圖形，到開始有特別的花樣，比如說客人客製的花樣，然後到後面我自己就把它做成立體的，我覺得它可以往藝術方面去做，那這也是我比較想做的事情。所謂的入口意象的招牌，融入一個鐵窗的東西，就是早期我們做那個鐵窗戶，那個鐵窗的鐵窗花下去做它整個結構，那它做完以後讓我們很感動。鐵窗仔花對民眾來講是一段光陰的故事，不過對拍鐵仔賽的意義，卻是歷史線索的分裂，嘛是台灣這座島嶼特殊的風情。現在小朋友他不曉得這個東西它的價值、它的意義在哪裡，那我會去跟他講，這可能是你阿公阿嬤的那時候的東西，那它是屬於我們台灣的一個特別的一個鐵窗文化。如果沒有這樣特別去跟他講解的話，也許這種屬於台灣的這種東西，就慢慢的就被遺忘了。校園內底無接觸現的鐵窗仔花，用圖像來呈現在地歷史，是囡仔人熟悉文化的方式。Hello， 我們的捷運站快蓋好了，它叫做嘎拉坳站。捷運站蓋好了，你們可以來東源國小讀書跟玩。孩子一開始呢，其實是先發現一顆棒球怎麼會在鐵花窗上面，這些東西是真實存在我們的生活當中。然後我們就能夠透過鐵花窗的這個媒材元素，能夠做不一樣的呈現，讓圍牆不只是圍牆，它還富有教育意義，或者是整個歷史的脈絡的記錄跟傳承。鐵花窗呢，它看起來雖然比較剛硬，事實上它可以透過它的剛硬，然後來呈現我們江納地區一些曾經歷盡的繁華，他們的滄桑，還有我們南萬華地區的歷史呢，可以比較長久的保存。時代的變遷，建築物的改變，現在很少看到這種鐵花窗。那東源國小為什麼會把鐵花窗放在學校的公共藝術上的圍牆上？我想，第一個除了技術的傳承之外，讓孩子認識哦，原來台灣曾經有這樣一個美好的一個記憶。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，對我們來講，就是透過這一個鐵花窗來認識東源國小的過去、現在跟未來。囡仔人透過觀察甲創作，認捌地方的故事，古早時代建築美學轉化做城市的語言、文化底底。我們原本認為非常簡單的鐵花窗的製作，簡單的原型，其實都是師傅一個一個每一個自己用手工來製作的。師傅想要傳達給我們的，他的那一份熱血還有記憶，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事情。經過歷史的眼光，鐵窗仔花看盡百姓的生活姿態，是城市的縮影，嘛是時代交替的見證者。以前鐵工前輩留下什麼東西，我會講就是鐵窗花。鐵窗花這個意涵，它是代表着台灣的一個世代、一個歷史。鐵窗花會不會消失？10年、20年內不會，它會一直存在我們的記憶裡。
拍鐵師用雙手甲文化基地收條，那另外一陣人用針線延續傳統。繡花鞋講出另外一段歲月風華。食手的動作，專注表情，幼落的手藝，一雙繡花鞋就安尼完成。像我們這是傳統合掌鞋，很多人還是以為它是比較年紀大的，其實我們現在大概都20-30歲的年輕人在穿。像這個鞋款，我們跟了國外、跟日本幾個知名品牌有合作聯名過，所以我們在改良上就一直在想說，怎麼去讓刺繡這東西可以搭上一些新的潮流的鞋款。有一陣子日本人很風行，穿搭上面它會展現出一個很獨特的風格，所以台灣人就會因為這樣子而去吸引這些年輕人注意說啊，其實繡花鞋不是啊，好像我沒有聽過、不接觸哦之類，就是原來也有年輕人喜歡。單位甲市總員是第4代繡花鞋接班人，專業的驗身考證因有深刻感受。這一個品牌就是從我外婆那時候一直下來，那它可以養育我們這麼多小孩子，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當初回來接是這個品牌是我在岳父那邊，他也覺得沒人要接，他就可能要收了。品牌能待了70-80年，覺得很可惜。那如果說我們回來接，利用一些外面所學跟一些想法導入這個品牌，然後我們品牌可以更好。收條是無簡單，煞嘛可能塑白國機，成做產業發展的禁區。在咧新時代流動當中，想要佔一位，古早思維甲成見，佫需要突破。來到迪化街開店，又咖喱茶啊，出發起來就想說在咖喱茶上刺繡，刺上一些屬於台灣意象的商品。因為迪化街有名的是咖喱茶啊，我們把咖喱茶的元素融入在我們鞋子內，是實用以外，我們也要有趣味性。是不是很擔心說，老闆，你怎麼這幾年做很多繡花的袋子，你會不會鞋子沒顧？可是我們鞋子還是一直在做，所以我那時候就花了很多心思去學做鞋。你看到這都是蜂巢式的，裡面是鏤空的，這是有3D 列印做得到，因為它的結構點是要能支撐，一般的模具底它是沒辦法做出這樣支撐點，是用一個和服的概念去設計，所以又是用踩高蹺的。像這個它也是那時候就畫個圖給我，我們就變出來。是外國客人他們就會喜歡鞋子，因為在他們那邊沒有看到這個東西。然後像日本人就很喜歡那個合掌鞋，因為他們沒有看過這樣子的鞋子，他們會覺得說，如果之後要回去穿搭的話，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打扮，因為他們不喜歡跟人家重複到這樣。這就是我們繡花鞋的鞋面。傳統產業若想要創新，老師傅是第一關的守門，手藝若要擱傳落去，恐驚是難上加難。在這個產業40幾年了吧，這種行業已經要沒落了，還有誰要學？只有我們老闆比較不怕死。像剛開始什麼都不會，師傅都聽不懂你在講什麼，真的聽不懂，他也不想理你，因為他會覺得你根本不懂，跟你講那麼多幹嘛？跟他講他也聽不懂。後來是自己學着做鞋，那大概懂，然後再加上我就會希望他們要求跟着我的腳步做，所以慢慢就成就我們現在新型的一些東西。他們很願意接受新的想法，就是當我們看到什麼新東西，我們就會問大姐說：“你覺得這樣子，你覺得有什麼？”他就說：“這個可以啊，我試試看。”老師傅提修了後的工藝傳承，找人才換新技術，早就是會燒白白。沒有人要做，年輕人不學了，現在小孩子都沒有興趣，這個手工的、手工藝的好像都沒有興趣。那我們以前都是要學個手工藝嘛，要混口飯吃啊。這椅子一天要做10幾個小時，有點年紀了哦，坐久了腰酸背痛。現在手繡的好像沒有嘞，都電繡的了，好像沒有人要接了啦。現在要再去傳給下一個人，我也不知道那人在哪裡，找不到接班人啊。就是想要教其他人，可是有意願的人大部分的就不多了。之前我在開手繡課程，花了蠻多心思想要去做這一塊。我們雖然希望去傳承，可是後來發覺這樣傳承下去其實是有點難度，所以我們未來能做幾年其實問號啦。在咧快速向前的時代，芸芸仔伙控好料的技術，正做正人會當理解過去，連接未來的通道。還在努力尋找中，看有沒有緣的人這樣。就是願意做的人啊，其實就對啊，就是這樣。雖然說有一度有點辛苦啦，不過也運氣不錯，夥伴們都還挺着到現在。經歷過這麼多風波，我們還是10幾年，還是依然還算不錯，在這邊。
我也不會因為喜歡的人變少，然後不去做它。而且有我在，其實它也不會消失，因為我會一直在做這件事情。不管說以後有沒有人喜歡這個東西，我會一直玩下去。時光流轉歲月1萬年，這花草佇咧土地點光彩，是城市的靈魂印佇台灣人的心中。